大家好，今日同大家分享幾個超實用嘅小方法，等你可以悄悄地行好運。第一，喺屋企唔同地方放少少錢，例如枕頭下、辦公台、雪櫃上面、門口地氈、手機殼、銀包、車同衫袋，呢個叫做八方來財，寓意財富從四面八方嚟揾你。第二，食魚唔好急住掉骨頭，將佢哋整齊放埋一齊，代表餘財不斷，有頭有尾，好運連住嚟。第三，新搬入屋第一晚，記得開住客廳同大門嘅燈光明，代表陽氣，照亮新開始。第四，每逢農曆初一喺錢拎或者銀包放一張尾數係6或者8嘅紙幣，增強財運循環。呢啲唔係迷信，而係用有形物品寄託美好願望，借生活細節連通天地道理。關注我哋一齊用東方智慧滋養我哋嘅身心，變得從容自在。